Hello，大家好。今集嘅主題係事業突破，屬於你嘅事業機遇。今日我唔用塔羅嘅方式，淨係憑住內心嘅直覺、連結嘅畫面同埋大家嘅整體能量去為大家拆解你哋而家嘅事業狀態啦、未來發展可能同埋指引。而家畫面上面有3張唔同嘅牌，憑住你嘅第一直覺揀一張望落去覺得最有緣、最舒服嘅。揀好之後我就會逐咗同大家分享，包括你哋而家嘅處境啦，即將迎嚟嘅突破、前行嘅可行方向、需要留意嘅細節，亦都會同大家睇下會唔會出現貴人，點樣把握呢個機會啦。第一組嘅朋友，其實你哋內心一早已經有答案，係屬於表面好似好溫和、好隨和，但係內心入邊有自己一套原則同埋想法嘅人嚟嘅。只不過有時太過體諒身邊嘅人，先令到自己嘅腳步開始亂咗。你哋本身好有能力啦，好有主見，對於自己而家做緊嘅嗰個行業、嗰個項目，其實睇得比任何人都通透。你哋嘅性格偏向比較敏感，共情能力比較高，亦都覺得時間想留翻俾自己多啲，令到有時會俾人覺得你好似有啲慢熱，有啲孤獨。而最近你都會覺得身邊有太多唔同嘅意見，好多人想你跟佢哋嗰套，跟佢哋路行，有時都會唔知點樣去拒絕。而家嘅你哋就正處於一個過渡加內在嘅整合期，一啲舊有嘅模式、舊嘅人際關係，其實已經同你唔係太夾你嘅頻率啦。所以要知道嘅就係工作上你先至係最專業、最有獨特見解嗰個，但係你成日低估咗自己，覺得自己仲未夠好，唔夠專業。而情緒上有時又會太顧別人嘅感受，搞到自己不停喺度內耗。有啲明明你唔想做，真係好唔願意做嘅嘢就逼住自己硬住頭皮去應承。跟住一齊嚟睇下會唔會有啲咩突破啦。見到大概未來2至3個月左右你會慢慢拎翻一啲工作上、事業上嘅主導權，由配合人真正變翻做帶領人。而呢個突破點幾時會發生就係當你學識獨處嘅時候啦。好好思考下你真正想要啲乜，追求啲乜。一個人嘅時候試下靜靜地搵張紙，攞支筆，寫低有啲咩你係想要。甚至乎有時可能你發緊吽哣嘅時候靈感就會源源不斷咁湧出嚟。而呢啲就會係解決問題嘅最佳答案。有啲咩適合你嘅方向就係一啲個人嘅品牌啦，做自由職業啦，一啲決策嘅崗位啦，策劃啦，甚至乎你自己搞啲小項目都好建議㗎。要記住你冇必要亦都冇義務去聽所有人嘅意見，因為你先係最清楚呢件事嘅嗰個人。按住自己嘅方式、自己嘅想法、自己嘅節奏去做就得啦。多啲留翻時間去獨處，唔好覺得係孤獨，因為呢啲時間先至係你滋養翻自己能量嘅最好嘅時機。學識拒絕，堅定咁去 say no， 唔想做嘅、唔舒服嘅、唔願意做嘅，覺得違背自己良心嘅嘢，直接拒絕，亦都唔需要解釋咁多。相信你哋嘅直覺，你哋嘅直覺超級準，唔好成日懷疑自己，唔好過度善良、過度體諒人，搞到自己不停內耗，亦都唔需要同大家解釋講解你嘅計劃，因為你講得越多就越多意見，亦都越多影響，亦都唔需要攞人哋個標準嚟綁住自己。你嘅價值唔需要人哋認可。咁見到就會係偏向係女性啦，大概係一啲比較成熟穩重、管理階層或者有創業背景嘅前輩，佢會能夠為你理清你嘅方向，幫你擺脫一啲捆綁，教你點樣堅定自己嘅立場，同埋一啲實質嘅資源同埋機會㗎。咁祝福大家，記住你先係自己人生嘅主角，唔好俾一啲其他外界嘅聲音亂咗你嘅腳步，按翻自己嘅節奏行，你條路就會越嚟越順㗎啦。揀選第2組嘅朋友仔，你哋最近係咪覺得好攰、好迷茫？你哋因為正就處於一個由舊崗位、舊模式慢慢過到去新場域、新職責、新工作，甚至乎係轉工創業嘅初期。呢個過程可能你哋覺得有啲唔舒服，有啲慌。你哋嘅性格係好善良，
容易心軟，有愛心，好顧及身邊人嘅感受。而且你有冇發覺你哋有時講嘢咧好有影響力，有時一句無心嘅說話都影響到人。身邊嘅人咧好似慢慢同你開始疏遠淡出，又或者你自己主動都係同你啲人疏遠，唔想同我哋周旋。唔需要擔心，因為宇宙咧正在幫你將一啲同你唔同頻啦、目標唔一致、唔夾同埋會消耗你嘅人咧幫你遠離。因為你有時會因為太過善良，忍氣吞聲，喺一啲過去嘅環境入邊咧受咗唔少嘅委屈。而嚟緊3個月啦，你會正式進入一個新嘅環境、新嘅工作、新嘅發展，一啲舊嘅模式咧會慢慢淡出、慢慢消失。而呢個突破點咧要發生之前咧，就係一個休息整頓期。呢個休息整頓期係真係要好好放鬆、休息、整理同埋清理自己嘅內心，先至可以清晰自己向前嘅方向。而你哋好適合咧，就係做服務業啦、做教育啦、療癒啦、線上嘅一啲內容創作啦，類似拍片啦，或者一啲療癒人嘅工作啦，甚或乎你哋目前考慮緊轉工轉行咧，都好鼓勵㗎。你哋要接受咧，就係結束係一個新嘅開始。過往嘅經歷並唔係白費，而係幫你累積能量。唔需要逼自己衝得太急，先好好休息，補充足夠嘅能量，先至能夠向前行。要知道啦，你哋其實講嘢咧影響力好大，所以咧我哋要多啲講正向嘅說話，少啲抱怨，因為你嘅說話咧好有影響力，好有力量。你講出嚟嘅嘢，除咗影響到人之後咧，亦都影響到自己嘅運勢噶。所以當你有時迷茫，覺得開始好亂，心煩意亂嘅時候啦，俾個建議大家試下聽下心經、金剛經呢類嘅音樂或者朗讀，能夠咧好好幫你平靜內心，好好咁去思考。記住唔好過度委屈自己去遷就舊人、舊環境、任何事物。講嘢要積極啲、正向啲、正面啲，唔好散發負能量。而咁嘅最後咧，影響嘅只會係自己啦。更加要同一啲消耗你負面嘅人事慢慢分開，唔好再同佢糾纏，浪費自己嘅時間同埋精力。睇到咧，你哋嘅貴人咧係屬於男性，係社會上有地位，比較沉穩，能夠帶到俾你去一啲新嘅平台資源，幫你打通人脈，仲會教你點樣得到穩定收入嘅一位男性。記住啦，舊嘅唔去啦，新嘅點會過嚟？所以而家先俾自己休息，整頓自己，就係為咗迎接更加好嘅新開始。放膽向前行就得噶啦。第3組嘅朋友，你最近咧係咪喺度猶豫緊一個重大嘅決定啦？譬如新項目、新事業、轉行，甚至乎創業，但係成日都覺得自己啦未夠好，準備得未夠，驚失敗。但係其實啦，你唔需要100% 準備好先出發噶。你而家最大嘅困擾就係猶豫、過度思考、自我懷疑。你覺得自己咧對一啲新嘅項目、新嘅方向、新嘅領域唔夠熟悉，但其實你嘅能力啦、你嘅智慧同經驗已經足夠應付。身邊好多人潑你冷水，成日話你唔得，太冒險，搞到你信心動搖。但係你要知道嘅係咧，就係當你一落決定放手去做嗰下，就已經成功咗一半。而未來大概2到4個月左右，就係你突破行動嘅關鍵期啦。所以你行動就有突破，猶豫就會錯過啦。而你嘅突破點就係咧，邊做邊學，你唔需要完全識晒先去做，做咗先算。過程中自然就會慢慢調整。比較適合啦，創業啦，個人嘅工作室、自由職業、創作同一啲大自然相關嘅行業。要記住咧，放膽去做，放手去做，唔需要等動力先出發。你肯行動嘅本身就已經係最大嘅動力。遠離一啲負面嘅情緒、負面嘅聲音。要記住，其他人都唔係你，你先係你自己。冇人會永遠明白你自己行緊嘅路。所以當你迷茫、焦慮嘅時候，去接觸大自然，行下山，去公園坐散步睇風景。大自然咧會幫到你清理呢啲負能量，帶俾你靈感。唔需要亦都唔好成日問人意見，因為你內心咧就已經有個最好嘅答案啦。呢一組最大嘅貴人就係你自己同埋大自然。
能夠幫你理清情緒、迷霧，陪伴自己走過迷茫期，亦都帶嚟好多新嘅靈感。所以記住啦，作決定、肯行動就已經成功咗一半，唔需要等待完美嘅時刻、完美嘅準備。最後啦，想送一句祝福俾大家，唔好坐喺度等待機會、等待動力，只要你願意踏出第一步，就已經成功咗一半。要遠離負面嘅人事物，多啲正向積極嘅思維同埋說話，唔好驚嘗試，怕改變，大膽放手去做你認定嘅事，前路就會越行越順㗎啦。